能不能帶我上樓參觀一下？乃萌，這時間不早了，應該孩子也睡了，咱們走吧。没關係的，我們上去吧。好。啊，我先去換鞋吧。啊，不用了。楼上有几個房間？2個，一個我的，一個準備給娜娜的。好多照片啊！哇，好多娜娜的照片，好可爱。今天晚上从乃梦走进爱宝的家那一刻，我的心一直在嗓子眼待着，老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我最担心是乃梦在爱宝家会察觉到什么，我害怕我跟爱宝这种奇怪的关系，一旦讓乃夢知道了，會傷害到她，傷害到我們的家庭。雖然最後什麼事都沒有，可這一晚讓我過得提心吊膽的。看着乃夢熟睡的樣子，我稍微踏實了一點。唉，不管了，聽天由命吧。